謝賢走咗啦。呢位縱橫香港娛樂圈大半個世紀嘅四哥，喺2026年7月20號，89歲嘅佢終於停低咗腳步。呢個瀟灑咗一世、風流咗一世嘅男人走嗰陣非常之安靜，完全符合佢嘅遺願，一切都係低調辦理。靈堂就設喺香港殯儀館，入面佈置得非常簡潔素雅，淨係掛住幾幅佢生前最中意嘅黑白劇照，同埋擺咗一個署名家人嘅花圈。當日嚟送佢最後一程嘅人唔算多，大部分都係圈中識咗幾十年嘅老友記，好似胡楓、曾江，仲有譚詠麟都有嚟到。佢哋企喺靈堂入面，望住四哥後生嗰陣嘅相，個個都沉默無語，冇人出聲。但係關於謝賢嘅故事，又點會咁輕易就完結呢？真正令到全香港、全城譁然，甚至可以用地震嚟形容嘅，係佢走咗之後第3日公布嘅嗰份遺囑。大家知唔知發生咩事？佢竟然將名下高達90%嘅財產全部留俾咗前新抱張柏芝同埋2個男孫，而佢嘅親生骨肉，即係謝霆鋒同個女謝婷婷，就淨係分到剩低嗰1成。大家計下條數，單單係嗰3套淺水灣豪宅，市場估值已經高達6億港紙。如果再加埋啲影視版權、股票同埋現金，四哥嘅總資產係超過10億車。呢10億巨款，佢偏偏揀咗留俾一個喺法律上同佢已經完全冇任何關係嘅前新抱。消息一傳出嚟，全香港嘅八卦雜誌瞬間連夜改版，內地嘅社交媒體更加係成禍足咁沸騰起嚟。有人出嚟話佢偏心，有人話佢老糊塗，亦都有人話呢個根本係一場精心策劃嘅豪門恩怨。甚至有傳媒翻出20年前嘅舊賬，喺度瘋狂猜測張柏芝係咪一早已經用盡手段收買咗老爺個心。但係當你靜低心嚟，將謝賢呢一生人由頭到尾咁睇清楚，當你慢慢行入去嗰副黑超同皮褸背後嘅孤獨靈魂度，你就會徹底明白，呢個絕對唔係偏心，而係一個浪子用咗足足一世人嘅時間先至學識嘅最深情懺悔。講起四哥嘅人生，真係比電影仲要傳奇。喺1936年，謝賢出世喺香港一個非常顯赫嘅富裕家庭。佢阿爸謝連玉係當年香港商界非常有頭有面嘅大人物，屋企家底非常殷實，產業涉及進出口、貿易同埋房地產。屋企入面總共有8個兄弟姊妹，佢排行第4，所以後來全香港嘅人都順理成章咁叫佢做四哥。細個嘅謝賢係喺九龍塘嘅大宅入面大戒，出門有專屬車夫，食飯有成班傭人服侍，着嘅衫全部都係由倫敦度身訂造運過嚟嘅洋裝。佢天生就有一副極之好嘅皮囊，濃眉大眼，鼻梁高挺，絕對係嗰種擺喺人群入面你一眼就認得出嘅絕世靚仔。每次佢跟住阿媽出街，梗會惹嚟成班路人眼望望。佢阿媽仲成日笑住講：呢個細路塊面將來肯定係靠佢食飯㗎啦。但係人生如戲，好景不長。喺1952年，即係謝賢得16歲嗰年，佢阿爸謝連玉因為投資失利，再加埋一場突如其來嘅重病，一夜之間就撒手人寰。更淒涼嘅係，阿爸走咗之後，屋企啲生意即刻俾啲合夥人同親戚瓜分，得一乾二淨，剩低俾佢哋嘅只有一籮籮嘅周身債。昔日嘅富家公子，一夜之間就變咗個身無分文嘅窮光蛋。大宅要賣，傭人要遣散，成家人焗住要搬去深水埗一間連200尺都唔夠嘅板間房度住。阿媽晚晚以淚洗面，下面仲有幾個年紀細細嘅弟妹吽吽待哺。16歲嘅謝賢企喺深水埗嘅街頭，望住出面來來往往嘅電車，人生第一次真正明白到咩叫做世態炎涼。為咗幫補家計，佢真係咩辛苦工都做過，喺碼頭度幫人扛麻包袋，喺茶餐廳度洗碗洗碟，甚至去裁縫鋪做學徒。但係嗰少少嘅微薄工錢，根本連一家人嘅飯錢都唔夠俾。直至1953年，命運終於向佢遞上一條橄欖枝。嗰日佢喺街上面見到嶺光影業公司
招募演員嘅廣告，底薪有150蚊港紙。呢筆錢喺當年嚟講，絕對係一筆相當之可觀嘅數目。佢抱住搏一搏嘅心態去報名，點知面試官一見到佢，雙眼即刻發光，覺得呢個後生仔面相極好，鏡頭感又強。就係咁，17歲嘅謝賢成功考入咗嶺光影業嘅演員培訓班。當時同期入學嘅仲有後來成為粵語片一代宗師嘅胡楓同曾江等人。但係謝賢絕對係入面最年輕，亦都係生得最靚仔、周正嗰一個。啱啱入行嗰陣，佢其實冇咩大野心，淨係想喺餐晏仔食，令到阿媽同弟妹唔使再捱餓。佢每日都係最早返到片場，最遲先走。咩茄喱啡角色佢都肯接，路人甲、店小二、山賊、甲月餅，佢乜都肯演。不過老天爺真係賞飯食，佢嗰張臉實在太過適合大銀幕啦。1954年，佢有份參演嘅電影《三妻奇案》正式上映。雖然只係做個配角，但佢嗰張輪廓分明嘅臉龐，加上嗰股與生俱來、幾悅不純嘅獨特氣質，令到全港觀眾一下子就深深記住咗佢。電影公司老闆連夜急 call 佢返辦公室，當場加薪，簽咗份5年長約。由嗰一刻開始，謝賢呢兩個字就開始喺香港嘅大街小巷入面廣泛流傳。50年代末到60年代，正正係香港粵語片最輝煌嘅黃金時代。謝賢就乘住呢陣東風，事業一路扶搖直上。由《胭脂虎》入面嘅風流公子，到《神鵰俠侶》入面嘅楊過，再到《千王之王》入面嘅羅四海，一個又一個經典無比嘅角色，令佢紅透成個華人世界。佢絕對係當年嘅票房保證。有佢演出嘅電影，連南洋嗰邊嘅華僑都要專程趕去戲院捧場。四哥呢個稱號，正正就係由《千王之王》入面到嚟嘅。戲入面嘅羅四海，重情重義、風流倜儻，簡直就係謝賢自己嘅本色演出。套戲一播，完全香港嘅人出街見到佢，都一齊大叫佢做四哥。嗰個年代嘅謝賢，每次出門口肯定係着住靚皮褸，戴住黑超，後面永遠跟住一大班人，排場簡直比拍戲嗰陣仲要大。佢嘅片酬係全香港最高，緋聞亦係全香港最多，揸嘅跑車更加係全港最威水、最拉風嘅。佢得多，但係使得仲多，身邊嘅靚女從來都未斷過。佢根本就係嗰個繁華躁動、紙醉金迷嘅香港時代象徵，亦都係永遠企喺香港娛樂圈潮頭嘅最頂尖人物。但係我哋睇命理嘅人成日講，人生太順，往往就係最大嘅伏線。謝賢有一個極之致命嘅弱點，佢人生實在太過順風順水啦。由17歲入行到30歲成為超級巨星，佢幾乎未經歷過咩真正嘅大挫敗。佢要咩有咩，想得到咩就得到咩。金錢、明星、女人，所有男人夢寐以求嘅嘢，對佢嚟講都係唾手可得。呢種極度嘅順遂，令佢養成咗一種近乎天真嘅自負。佢深信自己嘅運氣係一世都用唔完嘅，深信所有女人到最後都會原諒佢，深信就算自己犯咗幾大嘅錯，個世界依然會對佢笑臉相迎。呢種性格無疑成就咗佢光芒萬丈嘅演藝事業，但亦都徹徹底底毀掉咗佢作為一個好丈夫、一個好爸爸嘅可能性。佢身邊所有人都睇得一清二楚，唯獨係佢自己渾然不覺。直到好多年之後，佢喺一次訪問入面，先至偶然講出咗一句心底話：我呢世人對唔住太多人。但嗰陣時我真係唔知道呢句話講出嚟好輕，但聽喺明眼人耳中，份量卻重得好似一座大山咁。四哥嘅感情史真係豐富過任何一套長篇港劇。佢呢一生人經歷過5段公開嘅感情，每一段都係轟轟烈烈咁開始，然後又冷冷清清咁結束。初戀嘉玲，佢初戀係演藝學校嘅同學嘉玲，兩人識於微時。當時大家仲係嶺光影業訓練班入面默默無聞嘅學生。嘉玲大謝賢2歲，為人溫柔賢淑，成日好似家姐咁照顧佢。訓練班老師都批死，
呢兩個細路將來一定紅。謝賢靠靚仔樣，嘉玲就靠演技。畢業後，兩人一齊簽約領光，出雙入對，成為當年粵語片圈最令人羨慕嘅金童玉女。但呢段感情拖足10年，嘉玲由少女等到變當紅花旦，一直等謝賢修心養性求婚，俾個家佢。但謝賢沉迷享樂，夜夜笙歌，今日同女明星食飯，聽日又同名媛跳舞。每次嘉玲催婚，佢就話要玩多2年，事業仲未穩定，10年青春呀。1964年，嘉玲終於心死，嫁俾一個追咗佢好耐嘅泰國華僑商人，退出娛樂圈，遠走異國。臨走前打俾四哥話：我走啦，你自己保重。四哥後來喺自傳話，當時自己喺夜總會飲緊酒，掛線後呆咗好耐，繼續飲，醉到不省人事，但冇喊。佢以為自己唔在乎，後來先知自己根本唔識得點樣去在乎。呢個係佢人生第一次失去，但佢冇學到任何嘢，淨係換咗間夜總會，繼續醉生夢死。蕭芳芳之後，佢遇到童星出身，8歲就攞亞太影展最佳童星獎嘅蕭芳芳。芳芳姐係標準大女主，獨立要強，有主見，同謝賢以前見過嘅女人完全唔同。謝賢出盡法寶狂追，送花請食飯寫情信，終於打動芳芳姐。但幾個月後，芳芳姐就頂唔順佢，淨係識食喝玩樂，對生活冇規劃。芳芳叫佢上英文堂，佢走堂去打牌，叫佢睇文學書，佢睇2頁就瞓着。有晚揸車送芳芳返屋企，兩人傾未來，傾到嗌交。芳芳問佢打算一世係咪就咁過，唔做正經事。謝賢仲得戚話演戲就係人生。芳芳沉默幾秒，平靜咁講停車。四哥一呆，芳芳用不容置疑嘅語氣再講一次。四哥停車後，芳芳開門，頭也不回咁走咗。多年後，芳芳姐受訪只留下一句：佢係個好人，但大家都唔係一路人。謝賢就係咁被飛得乾乾淨淨。珍珍70年代初，四哥去台灣拍戲，遇到第一代玉女掌門人珍珍。珍珍靚到傾國傾城，笑起嚟好似春天陽光。拍彩雲飛，海鷗飛處，迷倒東南亞男士。四哥對佢一見鍾情，日日由荷蘭空運99朵鬱金香送去劇組。為咗恩珍，四哥收斂花心，唔去夜總會，一收工就返酒店打電話。1974年，兩個人喺美國拉斯維加斯註冊結婚，震驚港台。點知呢場婚姻唔夠3個月就玩完，唔係因為出軌，而係四哥本性難移。婚後照樣同兄弟飲天光，大手大腳使錢，將屋企當旅館。聚少離多之下，珍珍平靜咁打電話提出離婚。呢個係謝賢人生第一段合法嘅失敗婚姻。就算佢後尾話珍珍係最愛，個愛字都留唔住人。狄波拉1979年43歲嘅謝賢遇到22歲1973年港姐冠軍狄波拉。拉姑性格潑辣爽朗，留學返嚟自信洋氣。謝賢對佢一見鍾情，拉姑清清楚楚佢係咩人，講明唔會同靠唔住嘅男人一齊。呢句話激起四哥好勝心，發誓要證明自己靠得住。嗰段時間，四哥戒賭戒蒲，日日陪拉姑行街睇戲，甚至學煮早餐。1980年，兩人豪擺80圍世紀婚禮，全港名流都嚟齊。婚後生咗謝霆鋒同謝婷婷，看似人生贏家，但骨子裏四哥依然花天酒地、爛賭兼徹夜不歸。屋企經濟越搞越差，債主臨門，拉姑要典當首飾，甚至低聲下氣借錢幫佢填氹。拉姑勸佢，佢反而鬧拉姑頭髮長見識短。霆鋒細個最深印象就係半夜俾父母鬧，交聲嘈醒，匿喺被竇入面驚。1995年，拉姑終於提出離婚，雖然記者會上冇講半句壞話，但多年後，拉姑形容佢做朋友滿分，做丈夫零分，真係一針見血。忘年戀 Coco 離婚後，2005年69歲嘅四哥被影到同23歲上海女仔 Coco 拖手行街，足足相差46歲嘅爺孫戀，全港譁然。但四哥霸氣回應：我拍拖關人咩事？呢段感情
維繫咗12年。四哥帶佢周遊世界，買名牌送名車，仲喺銅鑼灣開服裝店俾佢，但最後都係分手收場。傳聞四哥俾咗2000萬港紙分手費，面對傳媒追問，佢只係淡淡然一句好聚好散。Coco 將最靚嘅12年青春俾咗佢，最後換嚟呢4個字5段情，每次都好似一陣風咁來了又走，從不回頭。但奇就奇在幾乎冇一個前任講過佢壞話，嘉玲冇抱怨，芳芳話係朋友，珍珍晚年話佢係最難忘嘅人，拉姑亦有來往， Coco 亦冇對外透露私隱。呢個就係謝賢嘅魔力，每個愛過佢嘅人到最後都恨唔落佢。女人們都明白謝賢唔係壞，佢只係唔識，佢天生就係個浪子，你改變唔到佢。唔識呢2個字可以原諒一個情人，但絕對彌補唔到做一個老豆嘅失職。愛情可以散，但父愛唔應該缺席。喺親子關係入面，謝賢真係一張長期缺席嘅空凳，呢個係佢一生最大嘅悖論。贏盡天下人心，卻唯獨失去最該珍惜嗰幾顆心。1996年，得16歲嘅謝霆鋒簽約英皇娛樂。大家要明白，呢個唔係一個少年追夢，而係一個仔代父還債嘅犧牲。嗰幾年，四哥因為賭錢同投資失利，欠下巨債，港媒估算至少1000萬港紙以上。債主打去屋企、公司，甚至淋紅油去謝家門口。拉姑離咗婚，自顧不暇。婷婷仲細，得16歲嘅霆鋒要出嚟孭起頭家。英皇老闆楊受成憶述，當年睇住簽長達9年賣身契嘅霆鋒，覺得呢個細路真係太苦啦。人哋16歲問阿爸攞零用，佢就出嚟還債。霆鋒搏命拍戲唱歌，從唔用替身，跌到半死都爬起身繼續，因為佢要錢還債。霆鋒喺節目講過一刻令全場安靜嘅話：我生存嘅意義就係還清啲債。如果講替父還債係被動嘅苦，咁謝賢對霆鋒人生主動嘅缺席，先係扎入骨嘅刺。四哥有3次重大缺席，童年缺席。四哥日日出外應酬、拍戲打牌，返到屋企，霆鋒已經瞓咗。喺霆鋒童年記憶入面，阿爸只係一個半夜帶住煙酒味嘅身影同報紙上嘅相。14歲嗰年，霆鋒喺學校俾人蝦，喊住返屋企，拉姑打俾四哥求助。四哥竟然唔耐煩話：細路仔啲嘢自己搞掂啦，我傾緊嘢，然後直接 cut 線。14歲嘅霆鋒聽住嘟嘟聲，嗰刻真係感受到世上嘅孤獨。成人禮缺席，霆鋒首次喺香港紅館開演唱會，全場爆滿，屋企人、朋友、粉絲都為佢驕傲，唯獨四哥冇去。佢走咗去同保姆曬太陽，仲滿不在乎話人多太嘈，我唔中意。一個老豆喺個仔最重要嘅舞台缺席，你話佢唔愛個仔咩？佢愛，但佢表達嘅方式永遠隔住層膜，淨係識用錢買鋪頭，俾唔到仔女最想要嘅溫暖擁抱。至於女謝婷婷，1982年出世，細霆鋒3歲，童年一樣喺爭吵同老豆缺席中度過。四哥只提供物質，情感上一片荒蕪。婷婷根本冇好似普通女仔咁被老豆捧喺手心同愛。婷婷成年後遠走加拿大，好少返香港。有時四哥視像打過去，佢都係敷衍2句就收線。2019年，婷婷喺加拿大秘密產女，四哥都要睇報紙先知。面對記者，四哥表情複雜咁講：佢大個有自己選擇，我尊重佢。呢句話入面有幾多遺憾，只有佢自己知。咁霆鋒恨唔恨老豆呢？2002年，霆鋒頂包案被拘留14日，四哥日日去拘留所探佢，隔住鐵窗。四哥突然講咗句：對唔住，霆鋒呆咗。呢個係佢咁大個仔第一次聽老豆講呢3個字。霆鋒沉默好耐，答：唔使講，對唔住，你係我阿爸，我仲可以點？霆鋒後來話佢唔恨，因為恨太攰，佢選擇接受阿爸就係咁嘅人，然後提醒自己唔好變成咁。呢個真係令人心痛嘅諒解。2014年，霆鋒主持12道風味，請四哥做首集嘉賓，兩父子喺廚房手忙腳亂煮飯。霆鋒做咗道紅燒肉俾老豆，四哥食完眼濕濕，
話好味，呢半生缺席，用一道菜換來片刻溫情。但溫情過後，大家依然各自生活。晚年嘅謝賢獨居喺淺水灣3層高嘅別墅，面朝大海，得個管家同保姆陪住，每日生活極規律。朝早7點起身打養生拳，8點食早餐，睇報紙、電視，晏晝見老友，夜晚6點食飯。有次記者去訪問，見到茶几上擺住一家4口嘅泛黃合照，相框抹得一塵不染。記者問佢掛住佢哋嗎？四哥苦笑話：掛住有咩用？各有各生活。呢個曾經擁有全世界嘅男人，最後大宅入面只得89歲嘅自己同一屋回憶。佢一世學唔識做老豆，卻將所有溫柔俾咗前新抱張柏芝同2個孫。2006年，霆鋒柏芝秘密結婚，四哥第一個公開力撐柏芝係好女仔，霆鋒有福氣。去到2008年，艷照門風暴爆發，全香港等睇笑話。四哥力排眾議，平靜咁話：柏芝係我哋謝家人，外面點講我唔在乎，我在乎佢同霆鋒好好的。柏芝低谷，聽到四哥親自打嚟講，唔使驚，有我喺度，感動到紅晒眼眶。2012年，兩人正式宣布離婚。港媒炒作謝家掃地出門，但四哥不但無怪責，反而每個月派管家去探柏芝，睇下缺咩，逢年過節親自揀禮物送過去。就算柏芝生第3胎，四哥都大方，送上燕窩花膠祝福。呢啲係柏芝私事，不管細路係邊個嘅，都係佢寶貝。呢啲待遇連霆鋒都未享受過。四哥對2個孫 Lucas 同 Quintus 更加係耐心到不得了。每逢星期日，孫仔過嚟淺水灣，佢提早叫保姆準備芝士、焗龍蝦同糖醋排骨。朝早換好靚衫，等門鐘響，一見孫仔就踎低笑住攬佢哋。佢會帶孫去海邊散步，去茶餐廳食菠蘿包，甚至坐喺遊樂場睇足一個下晝都唔厭煩。霆鋒細個從未有過呢啲待遇。嗰陣四哥嘅遊樂場係夜總會同賭場，四哥拖住孫仔行銅鑼灣，其實係將所有欠霆鋒嘅父愛加倍償還俾霆鋒個仔。呢種係補償，亦係逃避。2024年有傳四哥喺私人會所同柏芝開咗場閉門會議，坦言霆鋒掛住拍戲，多得你教好2個孫之書識你，謝家嘅根喺你度，老人家明白。延續謝家血脈嘅竟然係呢位離婚多年嘅前新抱。有人問佢點解對孫好過對仔，佢笑笑口，露出一口假牙話：嗰陣唔識事，而家識啦，而家識啦。呢4個字真係總結咗佢成世人。所以去到2025年，當遺囑消息曝光，9成身家俾柏芝同孫，1成俾霆鋒婷婷，由柏芝代管信託基金，豪宅直接過戶俾2個孫，不得抵押變賣，全城震驚。蘋果日報、東方日報大字標題報道，四哥只係回應一句：佢哋大個啦，唔需要我啲錢。呢句充滿無力感嘅說話，其實係佢唯一能做嘅事，將錢留俾替佢養大謝家血脈嘅女人。到年底遺囑微調，喺病榻上反覆修改，加返少少俾一對仔女，算係盡最後一點心意還債。連前妻拉姑罕有受訪都話，佢呢世做錯好多事，但最後呢一件佢做啱咗。2022年86歲嘅謝賢憑殺出個黃昏，勇奪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。佢著住黑西裝，舉住拐杖上台，除低黑超，講第一句：多謝你哋仲未忘記我。全場安靜。跟住佢話：呢世人演過好多角色，但最好角色係做謝霆鋒個爸爸。台下霆鋒低頭無語，呢個係最深情嘅表白。可惜佢冇演好。2023年開始，佢身體急轉直下，要坐輪椅，聽力下降，患上高血壓同糖尿病。霆鋒安排海景豪宅，請咗4名專業醫護看護，24小時3班制，全天候照顧，每個月花費超過20萬港紙。但仔女各有各忙，婷婷喺加拿大1年最多返2次，霆鋒中港兩邊飛，探老豆坐唔夠半個鐘，電話就響。四哥唔抱怨，但管家聽到佢自言自語：以前我忙唔陪佢哋，
而家佢哋忙唔陪我，一步還一步，公平天道好輪迴，蒼天饒過誰？呢個就係天道，就係易經講嘅因果。有網友喺太平山咖啡店偶遇佢最後一次露面，佢瘦到顴骨突起，但依然有風度咁笑住合照，仲叫人影靚啲，望住維港風景。冇人知佢諗緊乜，可能諗緊嘉玲、欣珍、狄波拉、Coco， 可能諗緊16歲扛起重擔嘅霆鋒，可能諗緊加拿大嘅婷婷，或者係替佢湊孫嘅柏芝。3個月後，2026年7月18號晚10點左右，四哥飲完湯，睇完孫仔視像，喺淺水灣家中安詳離世，冇痛苦，走得好安靜。有人將佢同成龍比較，兩個人都喺家庭留低巨大窟窿，但成龍唔認錯，用 AI 換臉扮27歲，拍戲搞到口碑崩盤，親生女吳卓琳流落街頭，24年1分錢都唔俾，個仔吸毒被捉，死都唔認自己唔係好爸爸。但謝賢比佢聰明，佢認錯，佢道咗歉，佢用10億身家做咗最高級嘅懺悔。佢最後一次訪問講過：我最大成就唔係拍幾多戲，係我個仔冇變成我咁嘅人，佢比我好，佢將家睇得穩，將責任扛得穩。我做反面教材俾佢睇清。呢位風流倜儻嘅四哥用咗89年，最後用10億買咗句對唔住。大家不妨苦心自問，你呢世最在乎係咩？事業、名聲、天道計數好清楚，你放邊樣最重，就喺邊度收返。家係一個人最根本嘅修煉場，喺屋企修唔好，外面起得幾高都係空中樓閣。希望大家睇完呢段傳奇都好好珍惜身邊一直等緊你嘅人，因為有啲賬遲早都要還嘅。